民建聯最無恥呼喊聲出晒街。民建聯最無恥，民建聯最無恥。咁入去啊嘛，係咪？嗱，通常咧入完隧道咧，一望落去下邊咧就會有。喺民建聯買起商台嘅18同人愛樂區第2集嗰度，呢啲呼喊聲都出埋街。節目俾維園阿哥馬草泥帶隊自擊，連直播安排都打亂晒。我哋呢度都有幾位野青啊，泰山可唔可以訪問埋啊？有幾位野青啊？呢度都交俾你哋個直播室。我哋都好想交流啊！直播被突擊，主持人泰山同民建聯新星葛培帆就要匿喺車嗰度做直播。第2集主題係西貢區，但為咗避開追擊，佢哋走入咗無線電視城探班，訪問咗幾個藝人之後就走。佢哋甚至過街走過去馬鞍山，但唔係訪問市民噃，而係介紹海灘上面啲鬼蟹。節目最後半粒鐘，佢哋翻西貢市中心訪問酒樓點心師傅。全晚街上直播得4分鐘咋，其他時間就係播歌啦。尤其是建制派啦，你哋唔好知法犯法，即係最緊要就係你明知個港管條例就係唔容許嘅嘢，你就唔好做，亦都唔好用錢去引誘任何媒體犯事咯。節目仲有16集，佢話會繼續追擊行動㗎。